香港師奶收租月入1萬未 cut， 惠州買樓唔係選啱區域，點樣可以最穩陣呢？12年嘅房產老司機教你點避坑指南加高回報嘅區域公開啦！大家好，我係惠州廖老師講房產啦。今日同各位香港師奶傾下實在啲嘢，點樣用惠州啲樓月收租1萬蚊啦，同埋可以了解成個區唔做韭菜啦。我係世界500強企業嘅高管啦，資深嚟講喺惠州做咗12年啦，幫助咗上千個家庭嘅資產增值咗6.8%啦。今日我哋係用15分鐘嘅時間，簡單教你點樣去揀區域加避坑絕招啦。結尾嚟講會送上惠州高回報樓盤清單，加埋跨境嘅專車，記得睇到最尾啦。第一章嚟講，惠州買樓係跟放呢，或者係新坑，關鍵點睇你點樣去睇。買錯區域首期凍過水啦，買啱區域收租收到笑啦。慘案嘅案例嚟講有一個啦，就係張太2018年嘅時候買咗惠東嘅海景房啦，1.5萬蚊入手嘅，而家係腰斬至6000蚊都冇人去接盤啦，都好似話近海邊好度假，點知連外賣都叫唔到啊！咁阿陳生係買咗仲海桐湖啦，發展商話係高規劃啦，5年之後仲係放地啦，咁而家賣樓仲要貼埋裝修費咯。咁仲有一個係成功案例，就係李師太啦，買咗大亞灣嘅一線零薪，80蚊月租係4500蚊啊，加深圳上班嘅上班族嚟講短租，月入係可以差唔多超過1萬港幣啦。高鐵到福田嚟講係40分鐘嘅時間，租客排隊等住入住啦。咁廖老師嘅金句係咩呢？惠州唔係唔買得，係要識得買。跟住深圳玩食區域啦，先係硬通貨嚟噶嘛。咁第二章係咩呢？就係香港人揀啱區域4大需求對號入住啊嘛。首先嚟講，即係投資同養老同學區同養生啦。你要咩功能呢？我教你係配置呢啲區域啦。首先嚟講，投資收租首選嚟講跨境收租組啦。首先，大亞灣萬達商圈嚟講，7方嘅2房總價係80萬到100萬。大亞灣一線零薪嚟講，3公里近住深圳。咁代表樓盤有幾個呢？首先龍崗城啦，豐谷天喜，佢優勢係咩呢？首先深圳嘅14號延長線加新大城軌2025年通車，佢租金年漲會漲8%左右。佢啱嘅人群嚟講，首先嚟講係想賺穩定現金流啊，香港打工仔啦，仲有嚟講就係軌道交通投資組啦，仲海智慧新城產業紅利區啦，仲海城軌站800米內嘅小戶型總價係60萬左右啦，咁佢嘅租金幅度嚟講，年化可以做到係5%至8%。華為嘅供應鏈嚟講係可以抵得喐噶嘛，咁嘅限定係咩呢？首先陳江嘅商圈同惠環嘅科技園啦，咁養老自住必選係選咩呢？就係惠陽嘅淡水城區啦，首期50萬可以剛需可以入住啦，跨境學童家庭，新散高通嘅樞紐啦，加埋南站新城嘅規劃啦，華師附屬會俾北大皮民呢啲12間學名校，同埋3級醫院啦、大型商業啦、公園，咁物業費嚟講係低至1.5個。咁代表樓盤有幾個呢？首先生活單體啦、牧人墟谷，同埋我哋啱嘅人群嚟講就係退休咗之後想住低成本去嘆生活嘅香港長輩啦。咁學區房嘅低調王者就係惠州嘅更山湖板塊啦，惠城更山湖板塊嚟講就係雙魚學區3房，總價大概都150萬起步噶啦。咁養生嗰啲度假盤嚟講就比需要謹慎啲啦。首先嚟講就係惠東濱海城啦，咁仲推薦嚟講就係寄寮灣
頭部嘅項目啦，就係惠東嘅十里銀灘海景公園啦，佢總價都係20萬到40萬左右，價位全部都唔同嘅。咁限定嚟講就係亞居樂啦、金融街呢啲大發展商，咁假期短租可以租差唔多係800蚊左右。咁如果係警告我哋建議嚟講就係非品牌啲樓盤，我哋唔會定佢啦。咁第三張嚟講就係香港人必買嘅交通指南啦。首先嚟講，三大加黃金通勤區嚟講就係坐跨境大巴定過高鐵啦，教你點樣去慳錢又慳時間。交通黃炸組合啦，首先大亞灣西區嚟講，到我哋深圳14號沙田站嚟講，打個車15分鐘可以到啦。香港出發嚟講，全程係2個鐘嘅時間，佢嘅租金回報率可以做到5.2%啦，咁已經遠超過香港係2%啦。咁惠陽百元新城嚟講，跨境大巴直達小區門口，咁太子啦。到香港惠陽嚟講，大概都係15分鐘時間。咁票價嚟講係飛價啦，120蚊。咁每日嚟講係有6班車噶嘛。從香港太子到惠陽。咁深圳通勤族嚟講，最中意嚟講就係2房，月租可以租3000蚊，係秒出租噶嘛。咁仲可以成功嚟講係管會城軌，直達東莞西站啦。香港貨櫃車司機嚟講都係好多呢啲司機啦，都係中意呢啲江西樓盤嘛。喺廖老師嘅小貼士嚟講就係咩呢？高鐵慳錢法啦，買惠州南站到深圳北站月飛啦，咁880蚊一個月人達，避開塞車啦。星期五嚟講可以翻去惠州，用住新汕第2高速，快可以30%時間啦。咁第4張嚟講就係碧坑中級嘅指南啊，6大區域嚟講，打死你都唔可以掂啦。首先銷售講到天花龍鳳，記得住啦。呢啲區域即係送俾你都唔需要考慮啦。首先嚟講就係大亞灣嘅霞涌同澳頭啦。咁除咗本地人自己去住之外，配套嚟講真係10年如一日啦。二手盤掛咗幾年都冇，3年都冇人知㗎，3幾年冇人知㗎。咁惠東非品牌啲海景房啦，2023年嚟講發批房嚟講話已經激增咗200%啊，半價都好難掉出手啦。咁仲喺銅湖啦、勒寧規劃史圖上面都係指上去談兵啦，晚黑黑麻麻連路燈都冇。咁龍門呢啲溫泉盤嚟講冬天嗰時候好似鬼城咁，你連呢個每台跑腿你都叫唔到喎。首先嚟講，安全牌區域嘅呢啲清單嚟講，係屬於我哋粉絲朋友嘅專屬服務福利啊嘛。咁我哋唔單止係買樓關係啦，我哋而係做你嘅房產專職管家。咁無論係嚟惠州玩、旅遊、買樓、養老、投資，仲係幾年之後想去賣樓啦、出租，定係政策諮詢啦。WhatsApp 我哋24小時福利啦，睇樓專車接送，從香港到惠州全程冷氣，加埋零食供應啦，仲專業過 Uber。咁終身管家服務，細佬想入住惠州讀書，一條龍搞定啦。咁留言我要做包租婆，私信收微卡免費俾你睇。2024年惠州租金回報率。前10個樓盤，廖老師團隊免費代租服務，幫你搞定價格，篩選租客。我哋買樓唔係只係買樓，而係揾啱團隊。我哋唔係中介，但係我哋係屬於你嘅資產守門人。榮興置業專注個大灣區樓市分析，有豐富的市場經驗，專業啲數據分析能力，同埋卓越嘅項目管理。給你一個最佳嘅購房建議，免費1對1私人資產配置服務，睇樓有專業司機團隊免費接送，購房贈送榮興置業 VIP 客戶福利10大禮包。訂我哋 YouTube 頻道 WhatsApp 微信私信我哋啦。大灣區更多好食好玩好房優惠，同埋榮興
等住你。